总统赖清德本地4月2日要出访非洲的友邦斯瓦蒂尼王国，却因为中国施压临时打档。该由外交部长林佳龙做特使去访问，就算有这段风波，两国的邦谊同款是无受到影响。斯瓦蒂尼的副总理查杜利做国王的特使，在今下晡到台湾，由赖总统亲身接见。原本我很期待亲自率团访问斯瓦蒂尼，但因为受到外力的影响。 部分国家临时取消专机飞航许可，国王陛下第一时间给予台湾的各项协助与支持，并立即指派查杜利副总理担任特使访台。这个具体行动向国际社会传达了明确的讯息，就是台湾与斯瓦蒂尼的邦谊不会因为中国的打压而动摇。And that no force, no matter how strong it is. Can break a family bond that existed for the past 58 years. No enemy can come in between a strong family. 总统为了感谢这斯瓦蒂尼长期以来支持台湾国际参与，无惊压力替台湾讲话，也要庆祝台湾和斯瓦蒂尼建交58周年，邀请国王会当阁再来带团访问台湾。也若讲到这斯瓦蒂尼的副总理呢，也传达因总理的信息，讲中国来施压的行为虽然遗憾，也强调两国的邦谊真有固，也变做是亲像亲人迄一样。国王也希望讲赖总统另外阁再找机会来甲访问，而且呢也强调讲因。随时欢迎伊。